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南昌的李雪事件。这个李雪这个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舆论高度关注。这个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一直没聊过。这个事情也是一波三折这个舆论分化的非常严重。昨天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和这个西湖区南浦街道办事处联合发了一个情况说明、情况通报这个情况通报可以说非常详细。这个情况通报一出之后网友还是怒重重大家对这个还有看法。因为根据这个通报显得这个李雪他精神鉴定那不是正常人，有人格障碍，但是呢实施违法行为的时候他又是正常人。很多人就理解不了，众说纷纭今天我也花时间把这李雪的案子我从头到尾捋了一遍。要想知道李雪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把它捋清楚，咱们恐怕还要从2年前说起这个南昌公安部门通报的是今年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这个之前他还有事情，也是精神方面的。咱们换种说法就是2024年现在叫后续，它还有一个前言前半部这个话要从2022年3月14号说起。2年半前李雪呢因为民事纠纷多次前往丁公路派出所寻求帮助。他在此期间结识了辅警赖某杰，我们就是赖某4月15号下午，赖某到李雪所住的酒店与其交流案情。那根据李雪的说法咱们要知道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李雪说这个赖某突然对李雪进行了猥亵，李雪反抗并呼救，赖某停止侵犯后就抢了李雪的手机，并挡在门口跪在地上猛扇自己耳光求放过。那这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后说4月21号，也就是1周以后这个李雪为此事心情郁闷，晚上失眠，说出去散散心，然后在一个商场的3楼楼梯处跟一个保安发生了口角。这个保安以为他要跳楼，于是选择了报警。等警察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李雪他就向民警告发赖某猥亵他的事。这个时候李雪被民警带到了丁公路派出所，随后4位民警将李雪送到了江西省精神病院，并办理了入院手续。警方认为鉴于这个李雪在2022年4月4号、4月12号、4月14号和4月21号先后4次在公开场合扬言自杀，并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晚上睡不着，出于对其人身安全的考虑，将其送进江西省精神病医院，经医院精神障碍诊断后收治入院。李雪本人对自己有病这个事实他是坚决否认的。根据李雪自己的说法他在精神病院的日子如同噩梦，每天要服用精神类药物，如果你拒绝服用，他们就会绑住你，然后给你灌药。5月下旬的时候，他曾多次晕倒在病房内，主治医生还曾想对其采取电击治疗的方法，但因为家属未同意，最终未能实施。说经过56天所谓的治疗后李雪出院。出院以后的李雪他就踏上了维权的道路。他自己先去了一家3甲医院进行鉴定，结果证明他没有精神病，然后在多次拨打公安机关投诉热线未果后他选择了在社交媒体上发声，也就是从2022年8月份。从那个时候开始李雪这个事情实际上就已经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只是没有现在这么传播的广，关注度这么高。2022年12月21号，由于这个舆情还比较大，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这个警情通报咱们看这个西湖分局的2022年12月21号发的这个原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近段时间以来，网上有报道称丁公路派出所辅警猥亵女子，公安机关将其送精神病医院治疗2个月。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他对此我局高度重视，成立由刑侦、法制、督察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行调查核实，并提请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他说，对于李某雪声称2022年4月15日晚被辅警赖某杰猥亵一事，经调取李赖双方笔录，收集李某雪入住酒店工作人员
以及商场保安、邻居、家属证言，查看李赖双方通话记录、现场录音等材料，认定赖某吉不存在猥亵行为。公安机关已依法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由于辅警赖某吉私自会见纠纷当事人，违反工作纪律，丁公路派出所对其作出通报批评，并予以停职。因该违纪行为，赖某吉能通过员额制辅警过渡政审，遂于9月5日离职。鉴于李某雪2022年4月4号、12号、14号、21号先后4次在公共场所扬言自杀，并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晚上睡不着觉，出于对李的人身安全考虑，4月22日凌晨，丁公路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和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收治管理实施办法，依法将李某雪送江西省精神病医院，经医院精神障碍诊断后收治入院。这当日，民警将李某雪入院治疗情况告知其家属。6月17日，李某雪出院，被医院诊断为强迫性障碍和人格障碍。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2022年12月21日。这个核心就是说这个赖某他没有猥亵，但是他私自会见纠纷当事人，这个就违纪违规，没有通过这辅警的这个员额制政审，自己2022年9月份就辞职了。那就是说，警方全盘否认了辅警赖某存在猥亵行为。那么李雪呢，当然对这份官方的调查结果是不予认可，于是他在2022年7月20号就将这个江西省精神病院告上了法庭。大家可以看视频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警察到底有没有权利把公民拖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这个事情，一定要给他定下性来，因为一旦有可操作的空间，就一定会被有心之人利用。人身自由权是宪法赋予给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我犯法了，你可以拿法律来制裁我，你跟我扯什么有不有病治不治疗，本质就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怎么你扯一句治病就可以给他合理合法化了？这个口子一开，我们以后去派出所报个案，我还要先考虑一下我在警察面前应该怎么样表现，让他觉得我是个正常人。你真的好笑，我是去报警，我是去考试的。我们国家这么多年的法治建设进程，人民安全感跟幸福指数的提高，还能被这几个毒瘤给败坏了？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警察到底有没有权利把公民拖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这个事情，一定要给他定下性来？这个李雪控诉其在收治、治疗、护理的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行为，并要求重新进行精神司法鉴定。这个案子2022年12月6号已经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历经2个小时的庭审后法院宣布择期宣判。但是事情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法院仍未公布最终的审判结果，可见这个案情相当复杂，法院是左右为难了。要不然这个案子已经拖了2年了，开庭2年了，他还没有判。从这个案情来说，这是不复杂，事情也比较简单。那法院为什么判不下来？那李雪那就一直在网上去这个维权。前一阵子网上又传出李雪中这个事情也是越闹越大，所以这个南昌警方再一次发了一个情况通报。他这个通报就把2024年以来的事情捋了一遍，也是非常详细说2024年3月11日，湖南网民罗某某向筷子巷派出所报警，称2023年11月以来，李某雪在网络直播时多次侮辱诽谤其本人和家人。2024年4月1号，经筷子巷派出所调解，李某雪向罗某某道歉，并作出书面保证。事后，罗某某再次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李某雪仍在网络上对其进行侮辱。筷子巷派出所遂多次传唤李某雪，李某雪均拒绝接受传唤。11月8号，筷子巷派出所办案民警依法开具传唤证，前往李某雪住处，将其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讯问。李某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主动写出申请，要求聘请经权威机构对自己的精神状况和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11月20号，筷子巷派出所依法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以下简称北京安定医院）
提请委托。11月26日，北京安定医院受理委托，医院专家于12月13日上午来到南昌筷子巷派出所联系李医学，其称不在家，后电话关机。当日22时40分，李某雪主动联系社区民警，称其在家，就是上午机然后先说自己不在家，然后关机。到了晚上11点，主动联系社区民警，说他已经在家了。民警立即到其家中，告知专家已到，请其到派出所进行鉴定。李某雪表示不愿意去派出所，要求在本人家中鉴定。经告知其父亲李某，筷子巷派出所5名民警，其中女民警1名社区干部女陪同北京安定医院3名专家，其中女性专家2名，于当日23时45分至次日0时55分，在李某雪家中对其进行鉴定，依法依规全过程录音录像。12月14日1时26分、2时26分，北京安定医院专家在筷子巷派出所就李某雪的精神状况对其父亲李某进行了谈话问询。12月14日，李某雪在抖音平台发布2条视频，一条说筷子巷派出所所长带10余人直闯其家，破坏门口摄像头；另一条是向网友求救，说救救我，他们太可怕了，10几个男的对付我。后未再更新动态，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自12月14日起，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每日上门了解情况，李某雪均拒绝开门。李某雪父亲、社区干部、社区民警与李某雪进行了电话、微信联系。李某雪一直在家中，行动自由，且具有网上购物、点餐行为。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某雪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安全责任能力。鉴于李某雪当前病情状况，12月22日，街道社区依法依规将其送诊。这个是昨天南昌警方和社区的街道共同发的情况说明。这个李医学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大概七七八八的都看完了。有警方的这个官方的通报，也有李医学本人发的视频。咱们一直说你要想当网络法官，你就得把被告、原告、官方的，对吧？还有其他方面的说法，你都要进行，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你的阅历进行合理的推断，你这样才能对这个事情有个大概的了解和判断。你偏信一方的肯定是不行。实际上到这里这个李医学他的视频网上也很多，官方的2份通告，法院的判决还没出，那个北京安定医院的鉴定报告咱们看不到，但是结论是有的。所以基于这些我来谈一谈我对李医学这个案子我的一个判断。首先一个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西南昌，这个江西这几年风评不太好，这是大背景不能否认。一提到江西，彩礼高，很多网友好感度已经减了10%。然后江西还有什么鼠头鸭脖，我记得是江西的。你说这事情伤害度有多大吧？导致官方的公信力基本上要大打问号。官方自己调查的前后都不一，一会儿是老鼠的头，一会儿是鸭脖，一会儿又是老鼠的头。你说这赖谁呢？塔西佗陷阱，江西还有提灯定损。所以说这些年来这个江西好像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对吧？风评不高。第二个，关于这个精神病这个引起网友关注这不是第一起我记得应该是2021年，就是在这个李医学之前一年，湖南什么地方有个老师，女老师也是因为精神病搞得沸沸扬扬，她那个症状跟李医学非常像。我先不说李医学什么情况我只说这个湖南那个老师跟李医学可以说一模一样。大家回忆一下，那个老师在发病就是不发病的时候思路非常清晰，写的文字写的文章你根本就不觉得他是个精神病患者。但是你看看现在还有人说这事吗？实际上现在没人说这事，就说明了他确实是精神病，就是精神方面有疾病。我当时做的节目我做了好几期，我认为他确实应该有精神方面疾病，被人利用了。有很多人喜欢煽动，实际上这个也加重他的病情那么我们回头再说李医学这个事情。李医学这个事情呢，我要先说结论的话，实际上我比较认可这个安定医院的这个鉴定意见，就是他应该是有精神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精神病，实际上专业说法他是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精神病的表现类型很多种，对吧？精神病跟精神病还不一样呢，就是精神方面疾病你看那个前几天那个山西的那个女研究生姓蒲吧，她也是精神病。你看她就明显的攻击行为、骂人，她那个思维完全是混乱的，那种
种精神病你一看就知道这人精神不正常。但是像这个李墨雪啊，还有湖南的老师，一般人很难判断出他有精神病。所以我说我倾向于这个安定医院的这个专家的鉴定意见。北京安定医院基本上就是咱们就是精神疾病方面，它应该是顶级医院了吧？有很多人呢根据李雪发的视频来判断，我觉得这个你首先已经搞错了。李雪拍视频发视频，那都是他就是精神状态正常的情况下做的事情，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你超过常人，你比一般人思路要清晰得多，逻辑性更强，那是他正常状态下。发病状态下他也拍不了视频他也没办法完成上传的。所以这里面有几个疑点如果能够有更多的证据，反而有助于把这事情说清楚。就第一个，这个赖某到底有没有猥亵李一雪？根据官方说法这辅警赖某没有猥亵这个事实，但是李一雪非说这个赖某有猥亵事实，然后而且描写的还比较绘声绘色的，有时间有情节。这个事情呢现在不好判断。为什么不好判断呢？因为证据不足。就是我也不支持李一雪，我也不支持官方。如果说赖某没有猥亵事实，那么他把赖某给对吧，让他政审不合格，赖某只好自己辞职。当然理由说是私下会见当事人，这个我觉得这实际上就纯粹找个借口。因为李一雪是当事人，他就是跟别人有纠纷对吧，寻求警方帮助，那他估计在网上骂人或者怎么着的对吧，警方就是辅警去找他，如果没有猥亵这个事情他找他这有什么不行呢？这也是小错大罚，所以让人怀疑他恐怕不是这么简单。但同时这李一雪也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你说人家骚扰你，首先从这个酒店的这个录像对吧，酒店的人说法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加上这个辅警跟铁之间的这种聊天记录都没有什么铁证，都是正常的。所以说这个事情李一雪他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我也不能全盘否定李一雪，这个大家也明白因为辅警他有反侦查能力，他完全有能力尽大可能的就不留证据对吧，实施猥亵，这完全存在着可能所以就是猥亵这个事情呢，因为缺乏公开的证据，因为这个涉及到隐私缺乏公开证据，所以咱们不好判断。因为我对这个官方说法不太相信，我对李一雪的说法缺乏证据，只能是怀疑。然后李一雪说的1个星期之后他郁闷抑郁，就因为这个辅警赖某猥亵他的事情，然后他到了一个商场跟保安发生冲突，保安说他要跳楼，这个我怀疑这个李某雪他犯病了，他自己不知道，犯病的人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他就不会犯病。然后那个保安他们一报警，警察一来把这个李一雪就直接带派出所去了，应该是他有精神方面疾病犯病了，后来把他送到这个精神病医院。然后李某雪他描述的精神病医院那些，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逻辑。对精神病医院有个了解人都懂，他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这个治疗方案，说绑起来灌药这种极端情况也非常少。对精神病人他一般的就是严重的这种不配合的抗拒的，他一般的这叫约束，不是铁链子，就是他有那种捆绑的带子把你约束在床上，你没办法在那儿自残或者伤害别人或者自我伤害约束一段时间，等你冷静了他再来是不是打针或者吃药等等。李一雪告这个医院呢，这个案子到现在迟迟判不下来，这里面本身就有问题。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也是李一雪犯病了，因为他这个表现跟那个湖南那个女老师一模一样，什么10几个男的上门，什么把他摄像头弄坏，然后要去强迫他。事实证明他一直在家，然后他还能正常的点外卖，还网上购物。就是大家记住了，精神病它是间歇性的，正常的时候跟个好人是一样的，一旦发病了，我为什么说的这么肯定呢？因为我从小就跟精神病打交道。我们村一个老太太就是精神病，她跟我的奶奶关系特别好，就农村里面嘛，没事就到我们家去拉家常。她是为什么得的精神病呢？就是受到刺激。什么刺激呢？她的大儿子光荣牺牲成了烈士，他是烈士家属，他大儿子是在朝鲜战场当的运输兵，还去了不到1个月吧就牺牲了。消息传回国内，传到他那儿就受了刺激。那他不发病的时候看着挺正常一老太太，他一旦发病他就往别人家的床底下躲，门背后躲，什么就是犄角旮旯里躲，嘴里念叨说是来抓他了，大概这意思就是有人要来抓他。当然了，精神病跟精神病不一样，表现症状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通过自己这个看视频来判断，你得根据他的反应，他的这个行为，你综合去判断。在我看来李一雪这个事情呢，对他的这个主体部分，就是他有没有精神病，对吧？他实施的这些行为，我觉得意义不大。我认为大家关注的应该是对精神病的这种收治程序问题，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因为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被精神病。如果程序不当，没有程序的正义，那任何人都有可能被精神病，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关心的原因。
所以关于这个理血这个事情，对他进行收治这个程序是否合法，是否经得起推敲，这个是最重要的。什么样的人会被带走送到医院去？换种说法啊，我怎么能防止一个正常的人会被几个人上门把你带走送到医院，说你得了精神病要接受治疗？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也就是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治疗是不是要满足很多条件？根据这个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治疗应该满足严格的条件，对吧？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他应该是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也就是他已经造成危害了，那你必须用强制手段。目前看李血似乎除了在网上骂人，发表一些言论，他没有什么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是公民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这暴力行为，哎呀，我们呢有个精神病人发起病来就拿刀砍他父母，特别吓人。这个李血不管是他自己说的还是官方通报的，似乎都没有危害社会的暴力行为。李血最多的就是说他抑郁症要自杀，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构成了你警方把他强制送到精神病医院的这个，或者有没有满足这个条件？所以这个是问题之一第二个，李血他有父母，对吧？他有监护人，如果要对这个人进行精神病这个诊断或者去进行医学检查，如果他自己，对吧，目前的状态像是不清醒，那他的父母什么态度？近亲属，对吧？也就是公安机关如果要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断的时候，最起码是要他近亲属他的父母的同意。这就是为什么法院到现在不判的原因，就是我只能合理的推断法院这么难办，其实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复杂，为什么拖了2年不宣判？那就是这个收治的这个程序恐怕经不起推敲。警方把李血送到这个江西省什么精神病医院，那精神病医院就根据警方送来的对他进行治疗，他没有严格的履行这个程序，人家父母有没有同意？监护人呢？所以我认为恐怕在程序上面有问题。根据李血的说法第一次入院，李血的家属从始至终都没有签过入院同意书，所以那你这个治疗，不管你治疗的对还是错，你这治疗本身是不是涉嫌非法？就在这个官方昨天的通报里面，他依然没有说对这个街道决定将这个李某血依法依规将其送诊有没有获得家属的同意，他还是没说。他这个通报里只说了李血的父亲接受安定医院的这个专家的问询就是了解这个病情所以大家担心的还是程序问题。最后官方说李血实施行为的时候，他是个完全民事什么行为能力，然后呢又同时有这个叫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李血他是可以坐牢的，不仅要进行精神病治疗，还要坐牢。你看那官方通知不就这意思吗？按道理如果李血是精神病，那按我们的理解，那精神病他不用负法律责任，所以你就对他免于处罚，他只需要去接受治疗。但是你看他这个是既要接受治疗，同时处罚也得有，因为你是违法行为的时候，你是个正常人，这个所以让大家很担心所以我最后的结论通过法院迟不能判决，通过这个他2份情况通报，我认为官方在处理李血这个事情的时候，程序上面恐怕有问题，李血的精神呢也是有问题，希望呢早日治疗，早日康复。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